随着人口的老化，台湾在2025年将面临超高龄的社会。虽然进入老年会面临真侪照顾的议题，不过将身体顾好，透过适当的运动、营养加社区的参与，长者的健康问题是会用被预防加缓解。因此，新台病院结合社区，在去年设立成大仁爱银发健身俱乐部，为长者打造一个影响健康、快乐的运动环境。成立一档外来，得到袂歹的成效。我们在距离成大医院很近的东丰路的仁爱里2楼活动中心，我们找到了一个低闲置空间的2楼会议室，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银发健身俱乐部。那从去年的7月31揭牌，8月31开幕之后，持续到今年11月底止，我们其实总共办理了390场的课程，服务了近6000多人次。那长者呢，大部分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为居多。那这些长者呢，借由这个运动的环境，他们出来运动了，在地运动了，让身体变强了。我们也做了一些检测，也发现确实经由银发健身俱乐部的训练之后呢，他们长者来讲，骨骼肌增加了，体脂肪下降了，重点是体力变好了，然后笑容多了，他们甚至会结伴一起来参加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发现这些长者呢，他们会来这边以后，交友圈变广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运用了很多的一些，不管是硬体或软体，还有持续的办理一些志工培训，让这个银发俱乐部，我们希望能在地的永续经营。新台仁爱银发健身俱乐部结合新台病院的医疗背景，提供高品质的健康照护服务。除了安排有氧训练、重力训练、加瑜伽、核心肌力的训练等，另外还有身体组成的分析仪器的设备。发现长者在运动介入以后，对着骨骼肌的增加、加体脂肪率的下降，拢真有帮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